大家好，今日係6月19號端午節嘅日子。今日標題係恒指跟隨升力嘅軌跡咧運行。咩叫升力呢？咁升力又有咩軌跡呢？有人聽我講就知噶啦。咁上星期6月13號嘅標題就係恒指神奇數字轉向日嘅啟示。咁當我提到啦，由以往兩個頂部同一個底部衍生嘅一組嘅神奇數字周期嘅序列。21日咧55日同埋89日，21、55、89，全部都係神奇數字序列內嘅數字啦。全部咧都係聚焦喺咧6月15號呢日，表示恒指嘅短期走勢咧有機會喺6月15號嗰日逆轉。與此同時，6月13號星期六嗰日咧係我升力上嘅六星日，咁佢前後嘅交易日咧就有機會係一個轉向日。6月12號同埋6月15號，咁6月15號就啱啱好就係神奇數字週期嘅轉向日啦，咁所以兩者夾埋咧就較有機會咧喺6月15號出現轉向。上星期條片亦都提到，恒指會唔會喺呢個神奇數字轉向日嗰度見頂回落咧，就視乎咧會唔會先升穿，然後受制於呢個裂口嘅阻力區24837至到24928呢度咧收市，呢條上升軌嘅後抽阻力位咧都喺呢個裂口阻力區之內。結果一個禮拜之後，恒指喺6月15號翻嚟係裂口高開，最高升咗上20547，而穿晒呢一紮裂口阻力喎，又上穿埋上升軌，但係最終係類似一個單日轉向形態啦，回落翻去啦24842係收市，啱啱好咧就跌翻呢個裂口阻力區嗰度收市，亦都保持翻係咧上升軌嘅後抽阻力位樓下咧係收市。咁咧時間同價位上咧都配合得到咧係呢度結束反彈。黃金比率0.618咧就係由神奇數字衍生出嚟嘅啦。我將神奇數字序列入邊嘅89除以佢隔籬嗰個數字144咧，就會得出0.618呢個數字。咁恒指嘅第一陣跌浪就由5月14號嘅26844跌到去5月28號嘅24727，其後嘅反彈浪咧就反彈到去6月2號嘅26045，跟住咧就用新華六甲掉頭回落啦。咁呢一個反彈阻力位咧就同呢一個跌幅嘅0.618反彈阻力位26035咧非常之接近，只係相差10點。跟住第二組嘅跌浪由26045跌到落去6月11號嘅23999，跟住出現反彈啦。呢次去到神奇數字轉向日6月15號嘅反彈浪頂就係25047，同呢一陣跌幅嘅0.5嘅反彈阻力位25022咧，亦都好接近，只係相差25點。跟住咧又再破底下跌啦，咁所以顯示得到咧黃金比率同神奇數字週期咧同恒指呢個市場嘅走勢咧係好有密切嘅關係嘅。跌穿咗近期嘅底啦，咁究竟技術支持將會喺邊度咧？我哋可以從一啲較中線嘅圖表嗰度揾下。先睇下周線圖嘅走勢。2025年4月嘅低位19260，至到去今年1月嘅高位28056，成浸升幅嘅0.382徘徊到位喺呢度啦，呢條線啦。見到恒指兩度咧都係頂住呢個位嘅，不過咧今個禮拜咧就收市跌穿啦，咁所以有機會考驗0.5嘅支持位咧23658，23658。今個禮拜最低見過23750啦，咁啊即係相差唔足100點。另外現時嘅100星期平均線咧喺23374，下個禮拜咧應該去到23400嘅水平噶啦。咁所以顯示咧23400至23600都係一個周線圖上幾重要嘅技術支持嚟嘅。如果確實失守咧，下邊咧係22600噶啦，咁即係成浸升幅嘅0.68嘅回吐位。另外從月線圖嘅角度嚟睇啦，呢一幅係恒指嘅月線圖，2年低位14597，
至到今年1月高位205.6，成浸升幅嘅1/3嘅回吐位呢，就係23574。23574咧就同100月嘅平均線黑色呢一條100月嘅平均線咧，好接近喺236孖5附近。咁我可以從月線圖同埋周線圖度綜合出一個較大嘅支持區，集中喺邊度呢？23400至到23650之間大概呢個範圍裏邊。好啦，講翻今日嘅標題，恒指跟隨升力嘅軌跡運行。根據我創制嘅時空力場理論咧，由一個六星日開始嘅趨勢市咧，可望咧維持到下一個六星日咧先至會逆轉。頭先講過啦，6月嘅13號係一個六星日，前後個交易日，如果係見頂嘅話咧，咁就傾向下跌到下一個六星日。咁相反嚟講，如果喺6月12號或者15號出現一個底嘅話咧，咁之後嘅上升趨勢咧就有機會延續到下一個六星日啦。如此類推，大家見到呢個圖二咧就係咩嚟嘅咧？就係我喺恒指路線圖6月12號發出嘅恒指路線圖，俾訂戶參考嘅呢個叫短期嘅恒指預測路線。咁通常我都會俾兩條路線。咁呢度有兩條路線啦，一條係路線一，藍色呢一條，同埋另一條紅色嘅路線二。咁好明顯咧，恒指咧係跟路線一係運行啦。路線一係咩啊？由23999開始嘅反彈咧，有機會喺6月15號藉住神奇數字周期轉向日等等同其他嘅升漲周期咧，就見頂。一旦喺呢度見頂咧嘅下跌趨勢咧，又有機會咧一直維持到下一個六星日。下一個六星日幾時啊？就係、亦都係喺今個週末。咁所以佢嘅轉向效應就係喺前一個交易日6月18，或者下一個交易日6月22號啦。咁所以你見到呢條線就係6月15號見頂嘅話咧，就會傾向一路下跌到去6月18號或者6月22號。換言之，如果喺呢度見到轉向嘅話咧，大家就要避免喺中間呢幾個交易日係揸啦。咁等到18號甚至22號咧，睇下有冇技術信號配合咧，先至係揸貨。實際嘅市況係點啊？睇翻右邊呢邊嘅圖三啦，呢度截至到6月18號收市嘅市況，恒指實際上咧真係喺6月15號嘅25047咧嗰度結束反彈。6月15號，跟住路線一咧一路向下啦。理論上跌到6月18號或者22號啊嘛，咁1、2、3呢度就係6月18號啦。真係咧由6月15號跌到去暫時最低位23750，6月18號。咁我哋睇下6月21號呢一個六星日，究竟已經喺禮拜四嘅23750係見底啊？一話咧要等到下禮拜一啦，因為我錄嘅時候咧未知道美股嘅走勢嘅。如果係大升，咁下個禮拜翻嚟就做好啦。咁呢個六星日應該咧就係產生咗見底作用。相反，如果美股係大跌咧，咁應該咧下個禮拜係低開，咁咧六星日咧就有機會喺下個禮拜一咧發揮一個轉向作用。當然要等技術信號配合咧，例如出現一啲錘頭之類。所以我哋睇下下個禮拜一嘅實際走勢係點樣啦。如果反彈一旦展開咧，理論上可以維持到下一個六星日為止嘅。咁幾時係下一個六星日啊？簡單咧，只要成為恒指路線圖嘅訂戶就會知噶啦。可以參考翻今個月同埋下一個月嘅升力，同埋由升力衍生嘅中期同埋短期嘅路線圖。咁訂嘅價錢、期數同埋平均價就喺呢度，大家可以停一停睇一睇點樣去訂。由於6月30號咧，水星逆行咧將會再度出現，咁想知道要注意啲咩事項，同埋對市場有咩影響咧？大家咧成為訂戶咧，我就會俾翻呢一份專題報告咧俾大家參考。另一份同水星人有關嘅專題報告就係呢一份啦，水星進出逆行區域。咁大家考慮去訂下呢份報告啦。咁咧喺水星逆行嚟之前咧，就有一個心理準備，跟住會面對咩嘅市況。
好啦，咁今日講嘅係咁多，下個禮拜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市況啊，拜拜。